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8月19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辽国越南和中国上海拢举通报一站对台湾过去带病入境染着武汉肺炎的病例。经济部已经甲台湾的公司代理中国迄边网络播送影片，互人去点落去看的系统，列作是商业行为禁止的项目。新竹城隍庙开鬼门，虎门对旧历7月初1开到7月30，真侪民众拢去庙埕参考这项活动。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今仔日拢无新增加确诊的患者，这当阵病例人数共款是486个。啊，辽国官方当有通报讲验出一站对台湾过去带病入境的患者，指挥中心表示，目前和这个当事人有直接的对象拢验无病毒。啊，另外越南和中国上海进前也拢有通报对台湾入境的病例，但是中指挥官嘛表示，已经开始进行疫情调查的工作。辽国籍的男性，那他2月15号来台，那8月10日在台湾自费采检，那结果是阴性。那到辽国之后他的一个采检是阳性。然后第二有一个案在上海，到上海来通报。到从台湾来进去的一位算是比较小的小孩子，这位在那边被确诊。那台湾的同住的家人，我们现在开始对他们相关的一些家人来做一些疫调。那他大概是越南的一个男性40多岁的移工，那在北部工作。那8月7日至台湾搭机至越南，在机场采检的结果是阴性。那他自己是在8月15号出现症状。陆生入境的一个规划，那所以我们现在是要高等中学以下的学校，自即日起，可依既有规定，向教育部申请各国家、地区境外学生含旧生及109年度学年度的新生入境。那入境的学生的父母可以陪同回来。那以上皆含陆港澳籍身份的学生。指挥中心自本有研究讲要开放一般的旅社也当接待，就要隔开观察健康的旅客。啊，不过昨昏指挥中心会议结束了，决定未来在家来检疫的对象，敢若会当去住防疫旅馆。啊，防疫旅馆的资格上无爱单独一栋，也是分站分栋，资讯爱通光透明。近来已经发生3站对台湾入境去到地，所验出武汉肺炎的情形。啊，感染症专门科的医师嘛推断讲，那这可能是代表咱国内新带病毒的民众比例有咧增加，病情若控制无调，可能就会搁再摊开，确实就要提高警戒。根据外国媒体报道，越南18新增加6例武汉肺炎的确诊个案当中，其中一个45岁男性个案是8月初7对台湾坐飞机去越南的。啊，若是上海嘛通报一个境外移入的确诊者，是14对台湾出发的中国籍人士。这个代表目前可能由于天气、由于防疫措施的一些关系呢，使得这些人的传播还是很慢。可是呢，他们可能又在某一些很偶然的场合之下，他们会被感染。感染给他们的人是很可能不是他们很熟悉的人。这个如果不控制住的话呢，这个有些时候就是要流行的前兆。医师表示，国外小连续传出对台湾出境了后，去互验出确诊的个案，这确实是一个警讯，代表台湾社区内底有带新冠病毒的人的比例伫咧增加。啊，若是定日中华关卫生局针对居家检疫无症状的回国民众采检所确诊的代志，中央所下令政风处来调查，嘛引起争议。反倒讲可能会去影响到基层防疫的士气。你是不是应该要先去了解一下，是不是只有筛检他一个人，还是说？彰化县卫生局对于居家隔离的人，隔离一段时间以后都有去采检。如果说这个是唯一的一个，而且是因为怀疑他有收红包，那你去了解完了以后再去用正风嘛。有质量认为讲，所谓的政风调查是伫咧政治当中有贪污不法的案件，或者是有收红包。地方政府提早部署，徛伫咧第一线把关，刷去互中央调查，颠倒会互民众对防疫失去信心。记者综合报道。
来讲，指挥中心已经宣布讲，目前高中以下每一个月学生拢会当开放入境，包含中国香港、澳门这方面的对象也同款开放。不过早起国民党单独顶立委还未得到这项消息进前，嘛搁再一摆去立委会要争取。陈明通主委嘛表示讲，这条总统也咧关心，会尽量让这囡仔通赴回来开学。你要把我们台湾变成什么？变成全世界的耻辱，对不对？太可恶了！想到中国这个竞赛因为疫情无法度来台湾，亲人登记袂当团圆，妈妈是真有感。亲像这款亲人婚礼案例也阁袂少，国民党一个立委陈玉珍，搁再利用去立委会考察进行的机会替因发声。本席不能接受这一种像挤牙膏似的，一步一步的这种开放。我觉得政府要施政，应该要公开透明，要让民众知道你的规划是怎样。人权是超过一切的哈，这个不要因为政治而一直蒙蔽了你的双眼。目前政府敢若开放中国籍配偶所生，也要就6岁幼囡仔，搁有高中以下学生入境。目前应该敢若剩大学以上的年岁砍斩，无法度回来台湾读册，是情形上界困难的族群。要求政府要给因明确的时间表。面对国民党强烈的批评，嘛参与考察的民进党立委唐慧珍赶紧出来斗讲话。我们会做事，我们就要循序渐进的去做，也不是说谁在催我们，谁在吵我们才动。立委会主委陈明通是表示，会赶紧研议分流有地数来放令，同时嘛有个讲，目前正在安排，和小明甲中国学生会赴9月回来台湾开学。好久以前，那么总统也很关心这个事啊，也是很特别指示，一定要让这些人能够来得及回来上学哈。这个政策是很明确的，所以我们一直努力在安排当中。陈明通指出，会伫咧适当的时机，互因回来读册。佮强调讲，政策的方向确定，正咧积极做准备。记者综合报道。来讲，顶日中华县卫生局有甲一个对美国倒转来，当伫咧假开观察健康的少年家采验病毒，诊断出当事人无症头，毋过确实有染病。但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陈时中指挥官是下令，就要调查采验的过程。总是中华县王惠美县长嘛答应，讲敢要连医嘛查惨落去，嘛有中华在地医生开声，望中央就要含地方徛做伙。中华县卫生局的员工看到县长来加油，来对欢迎。感恩大家，辛苦大家，谢谢你们哦，谢谢。中华县卫生局8月中间出动采验一名为美国返来台湾无症状的台湾少年，检出武汉肺炎阳性的确诊。超前的作为，予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启动了正方的调查。中华县长王惠美表示，卫生局长事先拢甲报备，如果有问题，立伊嘛做伙来调查。怎么是叫正方来调查？所以都是经过我王惠美同意的。那要不要一并来把我调查一下？对这名少年采检的过程，是不是违反着中央订定的1条相关规定？是不是有侵犯着当事人权益的义务？中华县卫生局长叶燕无态度保守，我愿意做清楚的回应。有违背到程序的部分吗？我想我们都照程序做了。无症状者，然后有没有违背他们的自主意愿？我们都照规定程序在做，静待中央的指示跟调查，谢谢。中华县医师公会前理事长蔡明忠向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发出了公开信，表达基层医师的心声，呼吁防疫应该是团结，不是对立。特殊针对普筛的工作去做的不是，这是在地方主管机关他的权限上他去做的工作，是中央跟地方共同来面对这一个个案，而不是说你这个个案怎么来，不符合我的程序。基层医师呼吁中央要了解基层医疗人员的辛苦，莫互伊家承受为政府单位来压力。面对着疫情再度升温，中央甲地方要共同努力控制甲监测疫情。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大学公共卫生行业教授早起是出面提醒中央政府，讲纽西兰已经100天无本土病例，结果雄雄逼出社区感染，台湾也得要警戒。学者建议讲，咱得要上准对象来验病毒，找出有可能的无症状也是轻症的患者，才有可能避免秋冬天引起病症大流行。气象认为防疫做了袂歹的纽西兰，102天无本土病例，就伫咧顶礼拜上大的城市奥克兰逼出群组感染，进入紧急状态。台大公卫行业表示，这显示新冠肺炎无症状或者是轻症的患者，伫社区内底真有可能随时引发疫情。台湾应该要做精准体检，针对高风险境外移入的人做体检，配基因序列检测，找出潜在的感染源。
有3个很重要的部分，一个就是我们的核酸检测以及抗体检测。那有必要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再加入我们所谓的更细部的所谓的基因的这样系列检测来探知感染源。也那医界的基站最近嘛传出反弹的声音，认为真侪门诊的患者有发烧，也有呼吸道的症状。不过医师手头并无快速体检的工具，会当随体检出敢有新冠肺炎。针对敢是要普遍体检，有胸坎科的医师做出建议，其实普遍体检的费用一直是争议的焦点。若是会当集中检体，免体检遐尼济届，成本就会当大幅度来降低。普筛大家要有个观念哈。你如果说一天只做10个病人，他的 PCR 检体一定会很贵，因为上机一次可能它变成说很多机器的空格是空下来的。但今天如果像大陆、像美国一次是几千个、几万个这样上机的话，它的成本会下降，所以从来没有快筛这个部分很花钱的一个概念。健康科的医师嘛提醒民众，对抗新冠病毒，在还未有疫苗进前，除了日常的防疫，维持家己呼吸道的健康嘛是真重要。除了避免食薰，踮伫咧空气污染的环境以外，环境保持较打扫，嘛会当压制病毒生炭。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一个拢趁逐个月第3个礼拜3开会交流，企业界重要的团体叫做33会。今日拄等因7月日的会议，蔡英文总统也有去参加。伊嘛望这个企业的头家人都要消停，度过眼前的挑战。33会柯胜雄理事长是讲，基本工资起，企业界也愿承领。不过当天即几个时机行会共款歹，政府也得要赶紧设法。明年基本工资会起到月薪24000，甲1点钟的薪水是160，这嘛是蔡政府上任以来第5届调整基本工资。总统蔡英文早起伫33例会的时阵，嘛特别感谢企业界的配合，伫咧劳资双方互相体谅的原则之下，共同完成挑战。考量疫情后的整体的情势，在劳资双方能够相互体谅、支持的原则下，微幅的调涨了基本工资。希望大家一起携手度过眼前的挑战。对此呢，我也要向在座的各位表达谢意。蔡总统表示，受到疫情的冲击，全球经济拢拄着挑战，政府会拍拼强化产业的布局，嘛会发展6大核心战略的产业。这个调整基本工资，传出资方无啥满意，认为政府敢若停劳工，无照顾企业。33会理事长柯胜雄表示，调整的幅度会当接受，不过第4季景气无啥乐观，建议政府要继续做纾困。那政府要不要纾困4.0？我想是政府应该开始做准备哈，因为事实上它会是一个比较寒冬的时段，大概会继续去延续吧。但是既然是定了，也为了不避免劳资的争议扩大，所以我们也就是勉强可以同意，也希望政府能够提出的配套措施。针对工商界有人希望讲，各发5000块的振兴券，柯胜雄认为讲，这是政府爱考虑的代志，确实爱有准备。市校董事表示，这个振兴3倍券对刺激消费来讲，效果是真大，嘛引起其他国家的参考。对企业来讲，当然会希望政府各发一批来刺激经济，帮助企业。记者综合报道。来讲，顶半年真侪银行咧接政府开放予劳工来办理暂度的贷款，别甲行员有诶拢加班过头。早起立法委员罗香玲就出面调劳动部，讲用公司咧替劳基法开后尾门，甲武汉肺炎的传染症解说做临急的变故，帮银行煞毋免遵照员工做7天就要休1天的规定，这实在是不应该。顶半年因应疫情，行政院推出劳工10万块的纾困贷款，名额有100万件，真侪民众拢去申请。不过，艰苦的是银行的行员。第一银行工会指出，申请的期间，银行的行员差不多拢是无暝无日加班伫咧赶工课。我们的员工无暝无日的，血汗，尤其是我们的苏院长，那时候也要我们3天内核贷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所有同仁都动起来了。这个陈情啊，真的是很惊人，惊人到全联会各工会呢不得不出手，跟台北市劳动局请陈局长呢进行跟他座谈会。他们一直想要去劳检，可是呢，劳动部呢有希望他们不要去劳检的这样的一个命令。
立委罗香玲嘛，伫咧今年5月份接到南部某一间银行的行员陈情，为着办理民众纾困贷款，连续7天以上拢无休困，而且主管还佫会要求因爱先转下班的卡，再佫继续加班到暗时10点才下班。毋若要闪法令，还佫无付加班费。另外，互银行的行员佫较无奈的是，劳动部透过函释，甲疫情解释做事变，所以放令银行毋免遵守劳基法7天休1天，而且1个月加班限制46点钟以内的规定。这个函释已经把几个大门都打得超开的，关都关不起来。罗香玲指出，劳动部函释的期限到明年6月份，根本就是互企业加班加伤超过，要求劳动部爱随停止这份函释，重新定出天灾事变下用的期限。记者综合报道。来讲，美国海军的第7舰队主动发表讲，昨因直接配备新盾作战系统甲雷达，专门咧对空中作战的舰船、驱逐舰，对马祖东引岛东南边的海面一路往北，行通过台湾海峡。中国解放军嘛派出南京舰美型对后壁来监视。咱的国防部是证实讲，海峡四边的情势拢总有掌握着咧。台海情势搁在升悬。美国海军第7舰队主动伫咧 FB 发布，包括级的飞弹驱逐舰马斯廷，18自马祖的东引岛东南方海峡，一路向北通过台湾海峡，部署到美军的第7舰队，伫半路也搁沿着中国海岸线的海峡中线以西航行，引起强军高度的警戒，也派南京舰伫伫后壁监控。国防部也证实。美军有经过台湾海峡，美军有1艘作战舰，由北向南航经台湾海峡，之后继续向南航行。那么美舰航经台湾海峡是执行一般性的航行任务。那是强军出动南京舰掌握马斯廷号的动态，也传出南方亚派成功舰舰监控中美双方动态。对此，国防部正保留，强调有掌握相关的军情动态。就马斯廷号伫进前参加日本的驱逐舰两月号，甚至东海举行综合演习，所记才通过台湾海峡。面对中美关系继续恶化，《纽约时报》以美国想要坚定台湾的地位，只可能查成立主权为对目，讲美国想要提升坚定台湾的地位，甚至可能派船舰访问台湾，演混交流。双边是基于《台湾关系法》。共同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国防部也配合政府整体的外交政策，稳健务实来推动各项的军事交流。媒体所臆测的一些相关的内容，本部这边没有评论。外界关注强军突出咱东山岛的野心是愈来愈增加。国民党立委陈玉珍拍算20日要安排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委员去东山岛考察。对此，国防部表示，会将科学政策状况提供给立委做参考。另外，也传讲，因为立委要去东沙岛考察，造成官兵无法度返来台湾休假。国防部讲，海巡署正伫咧处理中。记者综合报道。来讲，近来有袂少政府机关，包含卫生福利部的疾病管制署，还有经济部水利署、甲台北市政府，拢捌去当着电脑工程师侵入系统。调查局发觉讲，中国这款专门咧偷摕资料、电脑高手的组织，Tidal 和 BlackTech， 长期来拢是利用咧甲咱政府保养资讯系统的厂商这条线路，入来咧偷饼机密资料。这些对外的维运厂商呢，基本上都承包着我们政府机关的重大的那个非常重要的资讯系统的维运以及管理。那透过这些供应商呢，能够取得作为一个中继站的跳板，要去攻击我们的政府机关，能够取得一些我们政府机关可能比较重要一些文件啊，或是资料等等之类的。调查局发觉讲，对2018年开始，中国这款电脑高手的组织连续攻击咱政府机关的网站，原因就是政府机关拢会经过网络连线，互委托民间的厂商来保养和管理系统，这也变作是资讯安全的空棚。到当上无已经10几大公家机关系统捌遭遇攻击。这两个中国的电脑技术组织和共产党有啥牵连？调查局是表示，都要搁深入追查。那调查局经济部这边嘛，已经甲台湾的公司代理中国迄边网络播送影片，互人去点落去看的系统，列作是商业行为禁止的项目。9月初3开始就会正式实施。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嘛表示，会发公司和目前这款中国影音系统台湾这边的代理商，要求袂当搁再经营这款套路。
韩国戏、中国戏也有正版出的电影，看影片真厉害。两体爱奇艺伫咧台湾有超过300万的会员，毋过9月初3以后，可能要面对防取消的命运。经济部正式预告，伫咧台湾地区做商业行为禁止4项的项目表，甲代理也是经销中国 OTT， 也有相关商业服务来入去禁止的范围。14天的预告期满了后，9月初3正式开始。爱奇艺透过代理商 OTT 娱乐伫咧台湾营运，依法认定算是违法的行为。我们那个大陆投资正面表列并没有开放 OTT TV 来台湾落地经营，我们现在是禁止台湾的营业人所谓的代理商帮大陆的 OTT TV 在台落地经营。台湾代理商 OTT 娱乐发声明告回应，强调讲也算是伫咧草案预告的阶段，还未实施，无哈多评论。伫咧草案预告期以来，也是照定数来表达意见。毋过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表示，经济部公告14天了后，得发函予代理商 OTT 娱乐，若是查证代理行为是事实，得以台湾地区甲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86条第4项的规定来处理。先韩文他们知道嘛，然后我会去做检查嘛，然后假使那个的话，就是要请他们陈述意见啦。那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那个86条这样子来查处啊，就是5至500万啊。毋过学者认为讲，经济部明文禁止代理经销中国 OTT 的服务，敢若针对台湾的代理商，而且也是会当透过非中国地区伫咧海外找代理商，而且来说束缚去实际人来台湾，若是安尼，台湾的法规也是无通管。那我的代理业者，我如果就是在海外，我就是一个网络公司啊。对。那台湾的这个经济部就罚不到海外的公司。学者表示，若是未来爱奇艺这寡中国影音平台互取消，该换做海外的模式，消费者继续消费，就会变做下境的交易。国内无代理商，后续若是有争议，可能要管会更较恶。记者综合报道。那关心国际的消息，美国联邦政府的邮政管理局近来表示要改革制度，缩短营业时间，减少加班费，甚至川普总统佫讲，经过邮局通信断票，这可能会当做手。那这条伊嘛要动，总是反对党、民主党这边也纷纷提出法律诉讼。但邮政管理局局长面对压力，只有宣布一切改变拢会先暂停了。美国邮政管理局局长德乔希18发表声明。讲会暂停美国邮政服务的某一寡改革，一直到2020年大选了后，以免对选举邮件造成任何影响。这也代表伊过去引发高度的争议，包括邮局营业的时间缩短、3度加班费、并用自动分配处理机，也有加诚侪邮筒听读的决策，暂时未继续。为了要防止通信投票伤害家己连任的选情，川普伫这几天批评通信投票有弊端。公平甲邮局处理通信投票经费动来，邮政管理局进前也个警告，可能有几多百万的通信选票未会送登去计票，引起民主党法律战的反制。至少有20个州准备要提出法律诉讼。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希望众议员继续暑假伫拜六进前登去华府，表决一项保护邮政服务提供250亿美金额外资金的法案。以防止川普操控邮政，剥夺选民的权益，破坏选举。另外，未来参众两院未来几天会团德乔希参加听证会，在压力之下，德乔希做出暂停邮政改革的决定。不过，佩洛西表示这还无够，拜六的法案表决会继续进行。We have called the Congress back in session to come to vote the funds and the resource for the Postal Service, and not only that, reverse the actions they have taken. 通信投票伫美国已经实施几多年啊？几多百万人长期采用这种方式行使民主权益。伫2016年大选，有1/4的选民是用邮件投票。布伦兰司法中心的研究显示。中国投票顶选举早起的比例，也个无到0.007%，包括川普阿某因家己拢是邮件投票的选民。今年因为新冠病毒疫情，通信投票比率会更加悬。川普总统说，伫这个时阵指控通信投票会造成史上上大的选举弊端。伊任命的邮政管理局局长德乔希是共和党人，甲川普连任委员会主要关注者。虽然邮政的亏损确实需要改革，不过卡伫咧这个选举的敏感时刻，也成做争议的来源。记者综合报道。
上届新的消息来看，非洲西部的马里共和国发生政变，反乱的军方出手，甲总统、总理，阁有真侪高阶层的军官拢压起来。有的民众阁弄入去政府机关放火烧。今日早起，马里的总统也宣布退位了。国际上包含非洲联盟、欧盟拢有开声谴责叛军的行动。另外，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这边也已经召开紧急的会议。阿兵哥伫咧路的指挥交通调查经过车摧毁国家马里传出政变的消息，伫咧离首都巴马科15公里的军事基地卡底，18早起传出枪声，几多位高阶军官和叛乱士兵逮捕。总统的骑机和军车甲军队包围，叛军需要甲伫咧现场的总统甲总理带走，民众伫咧路的化火，虽然现场枪声拢无停，所敢若是咧庆祝嘉年华。Le Mali tout entier a été libéré aujourd'hui par une force républicaine. La population malienne le soutient de haut et en bas. Vraiment, nous sommes très très contents. Il n'y a pas l'éducation, il n'y a pas la santé, il n'y a pas la sécurité. Tout a été dit au Michi. Nous ne voulons pas écouter son peuple. C'est aujourd'hui. 民众撞入去政府大楼抢劫，甚至放火破坏。现任总统凯达进前伫咧民主选举中，以77派得票率选赢，2018年连任一直掌权到即嘛。不过因为愈来愈侪民众不满政府贪腐国内治安恶化，6月开始举行几多场的抗议，要求凯达下台。Awa sira de ka donc nisɔndiya de b'an na parce que jamana nisɔndiya man kan bi Mali bɛ ka fiɲɛ sama dɔɔni an b'o sira de kan an jeunesse bɔlen don les enfants u bɔlen don pour que wa an ɲɛ b'an ka siniɲɛsigi la a bɛ ka bafouer donc on est là pour défendre les intérêts de les enfants l'avenir appartient à la jeunesse donc même hali bombe atomique tɛ se ka jeunesse lajɔ donc on est mobilisé on est motivé nul ne peut nous arrêter. 马里的卡蒂军营也捌伫咧2012年发生叛乱，造成军事政变，目前也无清楚士兵叛乱的动机。有报道讲，有可能甲薪水的纠纷，或者是各界将定无在地反响有关系。对这边政变，西非的附近国家非洲联盟、法国甲欧盟拢反对叛军的行动，也警告军事政变危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要求叛军随无条件释放总统甲总理，讲安理会19会伫咧纽约开紧急会议。记者综合报道。近来中国真侪省份拢咧做大水，受灾害的人数已经超过6000万。这2日啊，灾情上界惨重的是换四川省的西南边。总是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对6月份水灾侵发性，就无可去到做水灾的省份行脚到。昨伊也头一摆过去安徽现场视察淹水的情形。救援人员甲民众自厝内救出。四川的西南部受大水的影响，规个拢淹水，一栋一栋厝敢若变做孤岛等待救援。因为水流正强，规栋建筑物拢被大水冲走。有一个查甫人被大水卷去，看来体力强要挡袂牢啊！救援人员开20几分钟才甲人救起来。伫成都一个小便宜，规间拢被大水淹去，工作人员甲一群猫狗拢被救的树林船。虽然真侪所在做大水，不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6个星期到即马即个人发出公开指示，唔捌出面。这杯伊第一遍到安徽考察灾后情形，也是半个月来第一遍公开活动。所以外界又讲，应该是1年1遍的北戴河会议已经结束。官方的数字显示，到8月13，总共有219人失踪或者是死亡，有6340万人受大水影响。不过大雨也未停，长江第5号洪水17日顶楼正式形成，会以1秒钟700立方公尺的流量通过3级大坝，创下纪录。长江顶楼的支流、闽江、桃江、嘉陵江等真侪河流也拢做大水。有高地19，长江干流大水水位会超过保证水位4公尺到5公尺，而且西南江汉等所在依然有大雨。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已经派救援团队到重庆、四川等所在戒备。记者综合报道。欧洲国家这方面传染症又搁咧举，意大利宣布对8月18开始，夜店、酒吧拢都要停止开业，每暗6点到隔天早起6点，公众场合、喙烟嘛拢都要挂。法国这边嘛准备讲，对9月初一开始，工作场所内底所有人员也拢总都要挂喙烟了。
巴黎路年过路人大部分都挂嘴烟，因为法国顶礼拜连续2天武汉肺炎新增加的病例超过3000例，从5月中解封以来上悬。18政府宣布9月初开始，所有的工作场所拢必须挂嘴烟。Non, bah après, moi je pense que c'est bien. De toute façon, il faut réussir à faire venir les gens et à ce que la vie continue normalement et faire ce qu'il faut pour que malgré tout, les gens soient pas malades. Et bien sûr que l'entreprise peut être un cluster. Enfin, pourquoi pas quoi. 法国是目前欧洲武汉肺炎感染率上悬的国家之一。7月份开始致病人数增加，主要感染人口伫咧巴黎甲马赛。政府正在调查263件群聚感染，大部分拢甲工作场所、家庭聚会，还有舞会 party 有关系。英国阁因为安尼针对入境的法国人来采取隔离14天的限制。法国了后嘛规定讲室内公共场所，譬如讲餐厅，还有部分户外地区必须要挂嘴烟。但是民众爱讲政府的宣导无够清楚。 Oui, j'ai entendu ça un petit peu aux infos, mais ça reste un peu confus parce que c'est d'un quartier à un autre, donc faut connaître un peu les quartiers aussi hein, pour savoir s'il faut le mettre ou pas le mettre. C'est un peu confus quand même. Hein. Ah non, c'est mal expliqué, on ne sait pas, soit c'est partout ou nulle part parce que les gens se brouillent et les gens comme moi qui n'ont pas forcément envie de le mettre. 时间一个到，意大利的警察伫罗马真有名的下关池提醒民众赶紧挂嘴烟。顶礼拜意大利的确诊数量嘛千悬，礼拜日新增加的病例阁要到800人，差不多是前一礼拜3倍。感染者一定定出现伫咧夜店甲舞厅的少年人占上济。卫生部长礼拜日嘛宣布18开始，全国的夜店关起来，所有的公共场所下晡6点到透早6点必须要强制挂嘴烟，禁令会维持3礼拜，一直到9月初7。记者综合报道。 昨南韩的总理也宣布讲，即时开始，首都市边3市市区范围内底教会，敢若因准经过网络镜头连线，点线顶做礼拜，还有夜店、自助餐厅、网络咖啡厅这款高风险的场所，也拢总暂停开业。另外，日本的奥克纳瓦和大阪这边重症的患者也拢有增加，医疗资源的调度渐渐愈安到了。据发生教会群聚感染的南韩。 10月新增加246例确诊个案，其中235例是社区感染。总理丁世军昨第4遍就防控疫情对国民发表谈话，自19开始禁止首都圈教会举行集会，12个高风险场所暂停营业。 노래연습장, 부페, PC방 등 12종의 고위험 시설과 실내 국공립시설의 운영도 중단합니다. 특히 수도권 소재 교회에 대해서는 비대면 예배만 허용하고 그 외의 모임과 활동은 금지됩니다. 自今仔日开始，室内聚集人数爱伫50人以下，户外聚集人数袂当超过100人。所有官兵禁止休假2礼拜。南韩卫生部强调，这礼拜将会是疫情是不是扩大到全国的关键。另外，伫日本疫情正严重的奥克纳华，医疗资源正严，病床的使用率到93.2%。日本中央政府会提供医疗资源，若需要会派自卫队的医官过去。台北的重症病人也增加到70几，加重当地医疗负担。伫最近会举行对接会议。伫发生大爆炸了的黎巴嫩，17国增加超过450例确诊病人。 超过一半医疗机构拢无法度运作，因为除了疫情以外，大爆炸造成至少177人死亡，超过6500人轻重伤送医治疗。السنة كانت بقلب صالون البيت، يعني ما تبعد مترين عن الشباك اللي بقلب الصالون. لما طلع الانفجار اما دوري كبت حالها عليها وحطتها بحضنها انه على اساس انه هي حمتها. 受伤人真多，造成黎巴嫩公私立病的用量拢已经变满。 也和黎巴嫩的医疗体系拄到正大的考验。记者综合报道。倒转来关心国内地方的大小事。昨暗半暝，高雄市警察局伫咧凤山区查到一户人家厝咧设交警的案件，尤其现场离刑警大队和凤冈派出所才较无400公尺，有影是好大。警方讲入去交警内底时，甚至阁有脚脚要跳窗啊旋，加载人员已经有埋伏，互伊走无过手。 警察伫徛喺门口破门入去，因为遮有一群赌客当在跋筊。高雄市警方追踪一个流动性的搅场，检握到二度转来凤山开搅局的线索。伫19号饭店入去掠人，掠到20名赌客，其中一个竟然想要跳窗啊逃走。借由窗户啊，那爬到隔壁灵栋的屋顶，那往下跳，那结果顺利的被我们。 当场埋伏的警力来逮捕，全案依社会秩序维护法还有刑法赌博罪来移送侦办。
大家关注的是，这阵赌客伫互掠到的时阵，都有挂喙罨，缴道顶悬甚至都有放一塔的喙罨。因为高雄市对17号开始针对医疗院所、大众运输等八类的场所来做喙罨的稽查。毋过像安尼秘伫徛街内底跋筊无挂喙罨的话，到底敢会发？原则上听起来不包含这样的地点，但是我们也提醒，没有开门开窗通风的密闭的环境啊，包括电梯啊，那没有保持社交距离的前提之下，都有传播疾病的风险。疾管处提醒，若是伫中央讲的8类一定爱挂喙罨的场所，经过考验都唔愿意挂喙罨的话，上重会当罚15000块。提醒民众配合防疫，唔通卡家己的钱包过袂去。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嘛来讲，昨半暝，花莲市内上志路一片柴起的厝体火烧，目领就引对隔壁3户去，有一口罩7个人即时拢有脱出来，不过另外阁一个亲人无看影，甚至消防人员清理火场的时嘛找无到人。加在买手当事人有主动联络警方，讲伊人平安，火烧的时是无伫厝内。看哦，大概烧毁大概面积约60坪，那财损约5到10万左右。之前曾经有在这个区域附近旁边有燃烧过这个杂物的火警。柴起的厝体火势真猛，消防人员全然唔敢大意。这场火烧意外就是昨透暝12点5发生。花莲县消防局也启动5个分队，30多名消防和义消人员过去储水拍火，经过点外钟，火场才有控制落来。意外的原因，就要经过详细调查。咱嘛来讲，顶日新德县湖口有一片军事用地，去互人偷倒真侪废弃物，国防部已经偏预算咧清。无254边，搁一片互军方征收去的土地，近来又搁发生有人偷摒建筑的废弃物。但地方这边也表示，会将目前有掌握的资料款好通报军方，设法找出这款不肖的业者。昨仔甲阿妈头各房仔破起的玻璃，新竹县湖口最近发现有人偷盗大量废弃物，因为现场挖溪流的关系，民众烦恼，恐惊会严重破坏当地生态。这个里面积量蛮大的，因为它是一直在这里面本来是蛮低洼的地方，你看它一直的倒，一直囤起来。这个是在我们的上游的水源区发现这样的事情，他也是担心，怕这些垃圾也会危害到我们的水源区。民众希望军方量早派人处理，另外调查掠出偷盗的人，要求恢复原本的状况，以免偷盗的范围继续扩大。环保局来针对是不是也有腐败废弃物做清查动作。除了会去厘清现场废弃物里面有没有一些可能来源的一些资料，然后还有没有一些有害的一些东西，等等这一类东西先确定。假设没有立即危害的东西，那我们会针对发现的线索，来做一个后续的一个搜寻。目前军方表示会派人到现场勘查，后续调查依法处理。另外，各要求各单位加强附近巡查，甲环境维护的工作，避免这款偷盗的案件搁再发生。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镜头刷落南来讲，屏东县的小琉球，真侪人客拢会专工去看海龟。不过游客若放弃伸手去摸，就会以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上办。不过昨又搁有一个11岁幼囡仔刁工去摸海龟，总是海巡署的划巡队是表示，14岁以下的当事人，毋是野生动物保育法第18条约束的对象，只有是会当劝导那尔。一个查甫囡仔去唱水味，看到海龟为分尸边受过，伊毋是点点欣赏，颠倒是用手去拍伊的脚趾片，甲海龟搅扰的举动，去互其他沾水的业者看到，翕落来，向海巡人员举报。应该由各位未满12岁之儿童，本队即依法告诫家长，并致电学校，请学校加强学童教育。这个搅扰海龟的事件发生在18下晡3点外，伫屏东小琉球的美人洞，因为14岁以下无下用野生动物保育法第18条。若这个查甫囡仔敢若11岁，因为安尼敢若会当劝导甲通知监护人，并未有任何的处分。虽然14岁以下的囡仔无要采罚，不过大人就要注意。根据海巡署的统计，今年都有9个游客因为搅扰海龟，妨以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函送，还佫要缴6万块以上30万块以下的罚金。比如说，我们人，你如果太靠近它，突然发现你的时候，就是会有所谓的惊扰的一个动作，可能会打扰到它原本，比如说它在吃饭啊，或者是在休息，甚至是比如说如果是繁殖季节有海龟要在那生蛋，都会因为受到惊吓而被打乱。
搅扰海区的事件真正在发生。海巡署表示，除了小琉球游客逐年增加以外，这几年来民众海洋保育的观念提升，嘛是原因之一。民众便若发现有人搅扰海区的情形，都会随甲海巡人员举报。希望民众唔通因为好耍，就去干扰海洋的生态。记者综合报道。咱嘛来讲金门7月初10发生头一站牛结节症的病症，到昨已经灭掉215只牛，另外还有6342只，拢有过注预防射。但农委会表示，这边的传染症初步已经有控制落来。不过金门的青牛肉目前是无法度解除禁止令进口来台湾。顶个月22号收到欧明关键的牛结节症疫苗，隔天马上空运到金门来做。其实要替牛仔做疫苗挑战非常大，尤其真侪是饲伫野外，兽医师必须要提出各种工具来进行找钱。真侪人拢是受农委会定调，为本岛背来金门斗三工。长枪短剑的，我用那种来形容。刚刚大家有看到，那长的注射器，短的那个短的是肉搏战。金门伫7月10号正式出现台湾第一例牛结节症确诊病例，到8月18号已经捕杀215只牛，另外嘛已经有6342只牛完成注疫苗。农委会指出，为7月28号以后就无再出现发病的牛，20几天无新的病例，代表疫情应该是控制来，但今嘛阁需要观察。边境防疫的工作也袂当放松。虽然疫情是控制下来，可是那一个病毒可能还存在环境里面。那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那个蚊虫、蜱虫蚊蝇的这个可能还有携带病原的这个可能性。农委会认为，这届1个月来控制疫情，是因为中央甲地方密切的合作。有关金门新鲜的牛肉，什么时阵会当恢复输去本岛，有关需要更加斟酌的评估才有答案。记者林俊丹、信良台北报道。今仔日是旧历7月初开鬼门，咱来看下新竹城隍庙，当年庙内的虎门拢会对初一开到7月30暗。昨暗真侪民众嘛专工来到庙埕，讲要参考甲眼界这项一年才有一摆的民俗仪式。旧历7月初一鬼门开，伫暗时11点子时的时阵，鼓槌声响，由城隍爷坐大会。八爷甲承德岛的城隍庙后门拍开，多数各队旗队拢伫咧庙埕迎接。规年通天拢关起来后门，又个叫做鬼门，只有伫咧每年旧历7月初一到7月30才会拍开，方便阴魂出入。真侪民众拢可以伫咧庙埕头前摕手机啊翕，记录这一年一变的难得的时刻。七爷甲八爷两位将军伫咧鬼门拍开了，守伫咧城隍庙头前做法，以防止有一寡好兄弟因为伤过欢喜，无遵守秩序。旧历7月民众用虔诚的心意迎接鬼门开，也希望7月是平安日。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伊甸基金会这个民间团体对2006年开始投入较弱势、较调远的庄头的服务计划，望讲会当协助建立社区的服务，尤其是提升庄内少年家特别有需要的就业能力和技术训练。9年来服务到即阵，已经有将近3万的青年人得到因的协助了。用原住民传统的乐器来演奏接宝歌，这是苗栗泰安乡的原乡部落学生的演出。其实我们山上比较多是单亲家庭，好，再来是隔代教养。我们找老师来陪伴孩子，教导孩子。我们大概现在可以在部落里面找到材料，可以做7种乐器，让孩子去亲近山林，认识山林。那也从认识山林找到他自己的认同。当地的牧师表示，虽然泰安文泉真有名，但是部落无因为安尼就兴起来，也是有真严重的人口外移的现象，所以教会甲社会团体举办真侪活动，要培育少年人。就是篮球跟音乐的部分，现在的小朋友比较受现代东西的影响，当然现在东西没有不好，但是就是他们反而会忘记他们自己是原住民的身份，希望他们从小开始认知自己原住民为什么叫原住民，为什么是这个族。根据爱甸基金会调查，弱势社区所面对的发展甲改变的困难，摕2020年甲2017年来比，家庭失去功能的比重降低，欠缺就业机会甲人口外移增加。
过来以全台湾北中南东4区来检视学生的需求，除了北区是提升自信上优先以外，其他的区域拢是上希望会当加强这个探索。孩子来讲，其实他没有跟外在多一些接触，可能在对未来可能会比较彷徨无助。职涯的发展方向有哪些？我们也希望孩子能够做一些职业的一个探索。爱电基金会自从2006年开始，到日起就是社区的树条工程计划，甲民间企业共同合作，拄就是社区的就业甲就业来做。高达已经合作约3万的青少年，希望会当经过专业的陪伴，而且加入各界智能，和青少年甲社区共同发展，将规划会当达成地方创新的效益。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李登辉前总统再生有一桩心愿，就是望要建设一间李登辉图书馆。台湾北社和李登辉民主协会这本土社团早起也举办记者会，望政府就要以国家的力量来建设这间图书馆，安尼才通好好保存李前总统在任时前的文物，还有这么朴实的伊一生所读过的册。前总统李登辉过身，总统府伫咧台北宾馆设立追思会场，半个月为4万外的民众来现场致意。台湾社顶顶的本土社团19嘛举办记者会，呼吁政府完成李前总统的心愿，来起李登辉总统图书馆，保存李前总统任内时前的相关文物，还有私人收藏的册。用国家力量来成立李登辉总统的纪念图书馆。伊不但最爱读册，一个学者，嘛是一个哲学家。今仔日就是要继续完成伊的遗愿。李登辉就任总统了后，要积极来筹备成立图书馆，不过因为资金的问题，转来延后。2013年要甲新北市政府来讲 BOT 案，希望伫咧淡水伊的故乡来起，不过去用质疑讲有政治利益，李登辉受气转来画暂停，而且表示民主无需要纪念，干那需要互伊永久流传，所以到达还未成立。本土社团表示，希望政府参考美国顶顶有总统图书馆制度的国家，根据已经有的总统、副总统文物管理条例来成立图书馆。这一辈子所努力的一个目标跟精神，可以留下来，那么继续让后继者能够有相同的一个方向跟目标。我们有注意到相关的意见哦，那后续会与家属讨论哦，那并且遵从家属的决定跟意见。针对筹备图书馆的代志，总统府回应讲会过来问李前总统家属的意见，不过目前上重要任务是后续递送的代志。总统府预计19下晡来举办李前总统的递送会议，向外界来公布有关追思个别礼拜等等的规划。记者综合报道。这当阵网络科技有影发达，真侪人若遇到袂晓的问题，拢用网络来查。今麦嘛有一间科技公司收集连续剧、新闻和广播，几200点钟的言词，建立台语语音辨识和语音合成的系统。咱若有袂晓写台文字，也是罗马拼音，用华语就去问，这个 APP 就会回答，佫会讲台湾话，互咱听。公共电视台台语台有意思。甲这个 LINE 的 APP 点开开，试录音，开始讲台语，免5秒，系统就发图辨识录音的内容，虽显示罗马拼音和台文汉字。若袂晓讲台语，拍华语的字句，系统也会当用台语讲互你听。我食饱。设计这套袂输台语版 Google 小姐台语语音辨识系统的团队，共达3个人，其中带头的是今年才30的施成宏，伊对交通大学资工系毕业，原底台语一句话拢袂晓讲，因为伫咧学校受到客语学院的刺激，转下定决心要甲家己的母语找回来，用家己的专长写程式、说台文。我就是有去上语言所的课，有去中间伊做研究助理，语音的物件嘛，台语的物件。这个记录就是文化部用文化部的补助来用买新闻广播连续剧，互电脑来听来学，加起来差不多200点钟左右。施成宏讲，建立语音合成和语音辨识系统，爱先扣大量的台语思虑和录音档案，再搁先互电脑学台语，训练伊的判读能力。听拍台语文的过程，团队的成员也拄到一寡真好克服的问题。较常拄到是讲迄个虚词，像讲会记字，但是其实伊虽然拍会记字 TSIT， 但事实上可能对方已经念作会记字啦，伊已经变啦，已经音变，伊就是字咧会带过来，迄有规律性的，阮就由原照书写的关系去书写。民间足侪套系统，所以阮有当下看，想讲，伊真若对着教育部罗马字大概是写啥物？那上好就是有时嘛是会超影片啦。一摆拍足长的，拍几句嘛会使，像安尼。
免拍台语的声调，而且会当直直拍，免断句，系统也会晓自动记忆，甲拍过的人名、甲外来词拢记起来。团队笑讲，这套上新研发的台文拍字系统，经过伫咧教育部台湾闽南语拍字系统的基础顶悬，会当讲是伊的升级版。是真正是欢喜，毋也是讲公司，这是公司的产品，所以欢喜是讲哦，原来做这物件是真正有人需要。就是台文是一个即马阁算是无介济人知影，无介济人接受的物件，但是就是看到讲哦，大概是做需要，做希望有一个台文的软体让用，对，感觉做欢喜。3个人的科技公司上少年的工程师，今年才23，拢因为对这片土地语文有感情，家己学，也望未来会当继续得到文化部的补助，而且找到企业合作，缩短时间，自动听拍台语的语音辨识系统，拓展台语 AI 的发展和使用率。记者阿敏、金林昆明综合报道。来看世界的新时代，顶礼拜葡萄牙的总统人去到英国内南部的海堡咧度假时，听到海底有人咧喊救人，71岁以骹手流裂，随跳落水去救。原来就是因为伊早前正就是抽水比赛的冠军。有一个人伫咧海中用自由式速度正紧，要收起一台变过去的抽轮船。这个画面2天前伫咧葡萄牙引起大家讨论，因为收起船边要救人的是已经71岁总统德索莎。总统救人的代志发生伫咧顶礼拜六。BBC 报道，迄当阵德索莎伫咧南部的阿尔加维海堡度假，替受疫情影响的观光产业推销。结果伫咧接受访问时阵，看到海中一只船变过去。随跳下海受过机要救人，2位少年女性等待救援，一个查甫人骑水上奥多麦去救，德索莎也受过去斗3天。Arrastadas para fora e na direção destas praias. Esta iriam em direção à outra. Viraram-se e engoliram muita água e não eram capazes nem de virar, nem de subir para lá, nem de nadar. Pela força da corrente. Portanto, foi possível empurrá-las, evitando a corrente estava muito forte. 船冰正了，由水上奥多麦游转去岸边，德索莎甲所有人拢平安转到岸边。其实德索莎正傲受水，也捌参加比赛摕过冠军，不过已经70几岁啊，骹手骨折扭裂，好像侪人俄罗总统是老空间。德索莎本来就正亲民，常常私底下甲民众伫咧开讲。这边海中救人的代志，互大家对伊更加学络。记者综合报道。咱的国内若是有人饲动物伴，辛苦病痛要抱去互兽医看，讲起来是真利便。毋过咱来看老过阿根廷这国南美洲第2大片的河川，溪边有住6000多人，因的猫仔狗仔若是辛苦病痛，是拢专靠一个查某的兽医师伫咧无用甲走走。船仔慢慢挖进码头，陆医生佩鲁索抱破病狗仔，往那甲主人开讲，了解狗仔症状，往那开始治疗。Sí, es la primera lancha veterinaria que hay. Sí. Al menos que viene rápido y que atiende a los clientes y atiende muy bien. 南美洲第2大河的巴拿纳河，因为超过350条河川汇流成一道河网，将陆地切割成大大小小岛屿。其中，伫阿根廷东北部的蒂格雷市有一块巴拿纳沙角洲，因为新冠病毒封城，影响观光甲交通。住伫遮的6000位居民，伫疫情期间，卡苏若破病，都爱坐船仔渡过溪流甲运河，到30分钟路程以外市中心看医生。不过，若是动物，只好靠兽医来治疗。Y se nos complica un poco por el tema de las lanchas, que tenemos menos servicios. Antes teníamos servicios prolongados, pero ahora tenemos horarios reducidos y aparte que las lanchas vienen muy llenas. 27岁佩鲁索是巴拿马三角洲唯一的兽医，过去伊借渡轮往来各个小岛看诊，后来欠钱买手轮船，最后进一步买小型的游艇，成做名副其实的水上行动兽医。Y poder llevar mi microscopio, el ecógrafo y poder acomodarlo como si fuera una veterinaria, pero sobre el agua. 因为疫情游玩真严重，互佩鲁索对破病宠物唔敢放轻松。伊对宠物的照闻甲耐心，非常受到这主人的欢迎，也互这特殊的水上兽医，成做当地人文独特风景。记者综合报道。
观众朋友，今日到明仔载这2天，台湾北部高温搁炎热，过到西半部这边含其他地方的山内，可能会去落到短暂的雷公雨。中南部甚至搁会变大雨，也无得空。东南部地区含恒春半岛也拢有机会去落到短暂的阵雨。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的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30度到37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9度到35度。台南、高雄、屏东29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27度到34度。金门、马祖、澎湖29度到35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个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秘书。虽然上班的时阵我拢穿黑的、甲白较济，不过我较介意迄灰巴里鸟的啦。今仔日咱的主题就是色字，色字汉字写作色字，罗马字写作思义色多义字，色第4条，字第7条。台语咧讲色字有2款构词方式，一款是伊本身是色字的名，像红的、黄的、青、空的、土的，这款构词方式袂伫色字的名后壁加色迄字，像红的袂讲红色。一款是摕物件的色字来做色字的名，亲像柑仔色、桥仔色、咖啡色、土色、鸟鼠色，拢会伫后壁加一个色，互人知影是咧讲色字。台语的语词内底有袂少拢甲色字有关系，像手骨弄甲乌青、好食的红菇粿，咧讲人生做坏恶、恐怖的青面獠牙等等。若是动物是物的名，有色字的搁较侪，动物像白灵狮、乌面腊杯、青猪仔；食物有黄豆、红芪、白木耳等等。俗语讲红水乌大斑，是咧形容人对色字的感受，感觉红的较水，乌的较大斑。较高贵，这句俗语有当时嘛会当用伫学老人的穿插，好看有气质。阁有一句俗语讲：白白布染甲乌，本来是白布，硬互人染做乌的。这就亲像即阵伫网络足侪假的消息，互人一直传到尾啊，哪像真的共款，是一款雕工甲人伤害。害人防冤枉的行为。
溜、色滴、红的、柑仔色、黄的、青的、孔的、椒仔色、红水乌大斑、白白布染甲乌。落尾，我要讲一个味菜，互大家要看卖。红关公、白老鳖、乌张飞、走起味，互你要一款果子是啥物？就是有红的壳、白肉、乌的籽的奶汁啦。好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